网络华语文章翻译精修做台语文，蔡连真。即摆社会是起袂起去的工资，降袂落来的三哥，底袂甜的钱袋啊，甲买袂完的鸡肉。现此时，70年厝的伸手掠天，啥物拢毋惊；若是80年厝的无法无天，毋知影天地几斤重；90年厝以后的，拢互人挺身甲飞上天花顶咯。值得尊敬甲可怜的是，30、40、50年厝的，煞活甲真了然，会使讲一天不如一天。顶悬有老的，下骹有四世爱饲，家己嘛老啊。咱即马简单会当算是剩3亿的好野人啊，一个失业，一个会业，另外一个是真无容易。这虽然有较离谱，讲了嘛真实在。30、40、50年厝的朋友啊，若是有同感的话，就请恁分享出去。总讲一句，咱人啊，会当做伙，就尽量斗阵，爱啥物，想安怎，就免阁丢除，放心去做，咱所爱，免歹势。若搁再过几年了后，一个管仔位，就是藏咱人生最后的所在。你困你的，我困我的，更较好的 FB、Line， 啥物拢袂灵验，无效啊。因为到迄时阵，咱拢已经无伫这世间啊，所以讲人啊，爱互相珍惜缘分，见一面就少一摆，食一顿就减一顿，因为咱每一个人的时间愈来愈少，所以莫阁争辩甲固执，毋通激气。有代志好好啊讲，互相体会来理解。世间上所有的经典启示，上好的一句话就是：爱好好啊珍惜对你好的人。一旦若失去，像久国找嘛找袂着。人生就是安尼，短短几十年尔，尽量莫留下遗憾。要耍就耍，爱食就食，好好啊来享受。天公伯啊，还阁有留互咱喘气的时间。